苦路14站，第9站，耶穌第3次跌倒。喺苦路上，耶穌第3次跌倒，佢嘅身體已經瀕臨到極限，傷口不停地流血，夾雜住汗水同埋灰塵，身體嘅每一處都感受到撕裂嘅痛楚。呢個十字架對於佢嚟講，唔單止係肉體上嘅重量，更係一個象徵，象徵住世人所有嘅罪同埋痛苦，而佢必須喺呢條路走落去。耶穌雖然係神嘅兒子，但係佢卻選擇以人嘅樣式嚟到呢個世界，經歷人類嘅軟弱同埋痛苦。佢第3次嘅跌倒，表明佢喺極度疲累同埋痛苦當中，仍然選擇順服神嘅旨意。我哋常常喺面對困難嘅時候都感到無力，但係耶穌嘅榜樣提醒我哋，即使喺最軟弱嘅時刻，我哋仍然可以依靠神嘅力量，喺人生嘅路上繼續前進。今次嘅跌倒，亦都象徵住耶穌喺最艱難嘅時刻，仍然堅持到底。無論痛苦有幾沉重，佢都唔放棄，始終堅定地順服神嘅旨意，直到完成佢嘅託付。耶穌喺跌倒之後，佢並冇依靠自己嘅力量企返起身，而係依靠父神嘅恩典同埋能力。同樣，當我哋感到無力嘅時候，唔好單靠自己，而係要轉向神，尋求佢嘅幫助同埋力量。耶穌嘅跌倒唔單單係因為身體嘅疲累，更加係因為佢背負咗全人類嘅罪孽。佢嘅痛苦係為我哋嘅救贖。耶穌嘅愛係無條件嘅，佢願意為我哋承受極大嘅苦難。佢提醒我哋喺面對他人需要嘅時候，亦都要以愛同埋犧牲嘅心去服侍，唔好只係將目光停留喺自己嘅問題身上。耶穌嘅第3次跌倒，係佢走向十字架嘅最後一段路程嘅一部分。盡管佢曾多次嘅跌倒，但係佢最終完成咗救贖嘅計劃，戰勝咗罪惡同埋死亡。同樣，我哋嘅生命中亦都可能會經歷好多次嘅跌倒，但係只要我哋專心仰望十字架上嘅耶穌，最終我哋必能喺基督裏面大大得勝。